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只是为了自己下意识得到人的果位或者是天的果位，就像比如说我们说过，下意识一定要变成一个人啊，那么我下意识一定要变成天人啊等等，害怕下三道的恐惧，然后就是要追求上三道的这样的一个投胎转世的这种的一个需求来而做任何的功德都是短暂性的功德，而且这些功德都是没有菩提心的设置，所以也不一定会成功的。如果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情况下，那也许可能会得到一个人生的，但是呢，就是他因为过去你这一次获得人生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因缘不是因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呢，你这一次当中也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那种善恶的分别，或者是因果的概念，或者是利他的心，更不可能有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功德这一生当中享受了一切这个过去的福报的果报以后呢，那就是下一世你都没有办法评定说你是会是一个人，还是说在地狱中的众生、恶鬼中的众生，要看今生你造的业有多大，今生你修的善有多大，就这两个来决定你下一世的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来说到就没有办法的，因为缘起跟这个因果不可思议的这种因果的推理的情况下，那就你也没有办法决定说我是下意识一定要做人，一定要做马，一定要做牛，都没有办法这个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没有解脱轮回的苦海之间呢，都是不会有任何的真正的幸福跟真正的安乐的一个果位。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必须得要修持的，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就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在这里在那个叶城菩萨也是赞美大悲心赞美菩提心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就是有一个距离，相当就是能够获得佛陀果位的这个宗旨。宗旨是什么？这个宗旨是菩提心的宗旨。那么菩提心的宗旨跟其他的任何的宗旨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宗旨是继续不断的增长，而且是长大如同就是河流的水一样，那么就是江水一样，它就是不断的在流，而且是会很长的，然后就是永恒性的能够获得圆满法身宝身化身以三圣果位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所以他也是要第一个先要赞美之悲心，之大悲心就是菩提心。接下来第13个呢，如人虽犯极重罪，人因永世得除位，若有速令解脱者，畏罪之人何不依？所以我们如果是相当就是一个人，他就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那他就必须得要肯定会找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够可以救他自己的方式嘛。所以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不断的因贪嗔痴造了不少的就是许多的业障，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必须得要就是真正的依靠一个方式，能够可以消除一切的业障。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我们过去造的也是非常非常多无量无数的业，因为这项业力因果的关系呢，我们也就是受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能够可以消除圆满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要依靠。那依靠什么呢？依靠就是
依靠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们的所有的业障都可以能够清净，可以消除。所以呢，就是也是依靠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要去另一个地方，那么在路途上面呢，就是会有很多的障碍，会有一些强盗啊，什么就强贼等等的，有各种各样，或者是一些那个猛兽等等的野生动物的一些伤害等等，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的情况下，那我们会找能够可以在保护的这个饮食那么这个来说的，我们对于实践人来说呢，那就马上会想得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去，但是路途呢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强盗也好，猛兽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者会伤害到你的，或者是甚至就会伤害到你的生命的，有这些障碍的那我们也必须得要去，而且很想去的话，那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会找保护的，能够有能力的，能够有武器的，然后就是能够有这个实力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或者是能够可以保护我们的，那是肯定是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实践轮回的过程当中，过去因贪嗔痴已经造了无数无量的罪，而且也是受过了无量无数的罪，然后呢就是罪业的这种痛苦，所以也有的时候也是下过地狱，有的时候也是变成过恶鬼。那么一个人，我们自己一个人下过地狱的一个次数也是算不起来的，因为就是已经太多次。当时地狱当中的一种痛苦的过程都是算不完的，就是只是一种痛苦，为了这个痛苦流出来的眼泪，如果是能够可以累积起来的话，就是整个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人世界的这个大海的水变成4杯的大海的水，还是我们过去那个流过的眼泪才是最多的。如果说我们的眼泪能够可以累积起来的话，这是佛说的这是佛讲到就是过去众生过去的业力跟因果的时候就是讲出来的，那这都是事实的。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众生，比如说在活着的时候，为了感情流的眼泪，为了痛苦流的眼泪，为了感动流的眼泪，或者是痛苦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痛苦，那每次就是断人家看你的头，然后就是为了看头的痛苦流出来的眼泪。当时这种眼泪累积起来的话，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生当中的每次人家被人家看我们的头的时候，我们就是感受这个痛苦的过程流出来的眼泪，如果有累积起来的话，现在的这个大海的4倍，就是不止一个大海的水，也不止2个，那就是有4个大海的水那么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得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目前已经是在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我们已经是多长时间痛苦了多长时间。那为什么会那么痛苦呢？原因呢也是自己所造的，自己就是过去有造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业，所以呢就是业力的因果让我们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虽然知道这些，我们这一次当中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殊胜的教法，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众生的过去跟现在，为了这整个的一个轮回的道理，而且在6道轮回当中呢在我们曾经也有没有去过地狱，我们曾经有没有变成过恶鬼，曾经我们有没有获得过天人的果位等等，都是在佛陀释迦牟尼给我们讲述了非常圆满正确的这些讲述以后，我们可以在学习
事事都感觉到，事事都能够可以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那其他所有的众生，今天在地狱中的众生，还有今天在恶鬼中的众生，今天在畜生道的众生，人道、天道、阿修罗道的所有六道中的众生里面，我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可以获得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能够知道我们自己过去从一开始轮回到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经过了什么样子的一个享受感、快乐、痛苦感，这些一切的过程都比较清楚以后，那我们为什么佛陀所讲的这个时间轮回要有产生处理性的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不会产生呢？我们当然就是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对时间轮回产生更大的处理性。那么在我们产生处理性，那就是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们就看透了整个的这个时间轮回的过程。已经过去无量无数的时间里面，我们有那么多的痛苦过，那么多的这个冤亲就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跟众生之间也是结了多少的恶缘，结了多少的这种欠了多少，互相伤害了多少次，这些一切都想的情况下，那都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那自本作人着康中